今期呢個屋苑零首付上車，單價約5900蚊，而且深受港人鍾意。超2000戶港人置業，獨設港珠澳專線直通巴，樓價僅香港1/12，超6萬方，健康園林，全齡泳池加多功能架空層，康體娛樂齊備，自設商業街、超市、食肆一應俱全，生活無憂。再睇睇呢個89方約1100尺嘅戶型，3房1廳，實用性超高。一入門，過道位暗藏玄機，擺鞋櫃啱啱好。餐廳連客廳一體設計，空間開揚，光線充足，招呼朋友或者一家團聚都好溫馨。廚房設計實用，煮餸流程順暢，煮飯都變得輕鬆。再過嚟睇下呢個陽台，空間闊落，望落去園林景觀一覽無遺，閒時坐喺度嘆下茶，真係寫意。過嚟生活區呢邊，首先留意工位，工位乾濕分離，用起上嚟衛生又方便。第一間客房，擺張床同衣櫃都夠空間，做書房或者客房都好適合。第二間客房光線足，都好舒服。如果唔想要咁多房，可以打通主人房，令使用空間更多。主人房空間寬敞，擺張1.8米嘅大床都仲有位，私隱度高，休息質素都提升晒。呢個屋苑只需要50幾萬，單價只係5900幾，而且零首期冇壓力上車。有興趣嘅朋友仔快啲後台私訊我哋啦。